来看新北市的三峡，最近有一只蛞蝓伫外口乱踅，民众看到了后，先用哪甲吸起来。动保处到现场有甲抓到了后，才发现讲这是一只目镜开门蛞蝓，国内是会当饲的。也那这蛞蝓的主人也已经甲伊领转去啊。讲这是因为这几天落大雨，这窟仔伤过甜，伊才会逃走出来。也因为和这宠物呢逃走出来，会当依照动保法上悬罚到15000块。蛞蝓一直令动保人员用力舞一群，才甲伊再转去安置。接到民众报案讲，民家外口有蛞蝓。哈咯，直接看到一个花就走去啊！蛞蝓伫外口拍拍走，是发生伫新北市三峡山区的建安路。看到蛞蝓自喉咙正意外，在场的少年人做伙用哪倒卡，暂时甲砍掉的。就是出大水念，蛞蝓走落念。你细只你哪会惊？细只伊也袂甲你入，伊若莫甲你入是袂惊啦。这只蛞蝓毋是野生的，进前因为连续落大雨，饲养环境水位溢出来，造成伊脱毒。经过新北动保处的检视，抓到的品种是目镜蛞蝓，国内会当合法饲养，目前饲主已经甲领转去啊。将依动保法第31条第1项第9款，开罚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。饲养鳄鱼饲主必须接受动物保护讲习3小时。饲半年外无细字刷球走去，依照动保法上悬罚15000块。新北动保处嘛提醒，咱国内无野生蛞蝓，做宠物嘛真罕见。万一让互我拄着，爱摕去较安全的所在，千万唔通随便攻击，也是甲掠倒转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